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理財頻道。之前曾經同大家喺影片入面分享過，有錢人通常唔會買嘅3樣大件物品。內容入面並唔係要大家即刻放棄唔買，只係想大家重新檢視自己嘅消費習慣。香港打工仔平均薪金其實有唔錯嘅水平，但點解成日都會聽到朋友好多都係月光族，又或者一年淨係儲到幾千蚊呢？年輕嘅時候當然冇問題，可以任性少少，但未來呢，你仲有冇呢個任性嘅本錢？今集影片繼續同大家講埋剩低2個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傷銀包嘅消費小陷阱。呢2樣並唔係大件支出，睇落仲只係細錢，但日積月累之後，分分鐘一年可以慳返幾萬蚊都唔出奇。好多人明明人工唔低，但就係儲唔到錢。問題其實就出喺呢啲睇唔到嘅細錢度。如果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，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入主題之前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頻道同埋開啟通知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。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戶口，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嘅資料。另外，我亦都在另一個平台設有付費會員頻道，主要分享我個人嘅實際操作同投資心得，相關資料同樣放在資訊欄，價錢只係一杯咖啡左右，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支持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講解內容。點解我自己會認為慳少錢可以幫到提升每月存款金額呢？其實好多人都有一個誤區，以為一定要賺大錢先可以儲到錢，人工高，投資賺大錢先至有用。但現實入面，真正決定你每個月存款金額嘅，並唔係你賺幾多，而係你使咗幾多。大部分人每月人工都係固定，收入上限好清晰，但相反，支出部分就係彈性最大嘅地方，而且支出金額比較細嘅時候，就好容易被忽略。但當我哋將呢啲細錢累計埋一齊，就會發現每個月唔知點解使多咗幾千蚊。更重要嘅係，慳少錢並唔代表要節衣縮食，而係要建立一種金錢意識。當我哋開始留意每一筆細錢，消費就會變得更清醒、更理性。久而久之，每月儲蓄率會明顯提升，相對投資本金亦都可以越來越多，複利效應就會開始幫大家打工。所以話，有些人與其話提升收入比較困難，倒不如由慳少錢開始。以下我會同大家分享2種我認為最容易被忽略嘅支出種類。第一樣就係習慣性外出食飯。香港打工仔節奏真係好快，朝早趕住返工，順手買杯咖啡、一件麵包，中午食飯，餐廳太多人唔想落街，直接叫外賣。夜晚返到屋企已經累到唔想煮，又係叫外賣。有時候下午茶見同事有珍珠奶茶，一時又想叫杯手搖飲品享受下。以上每一單外賣睇落只係幾十蚊，但以1個月計算，分分鐘已經使咗幾千蚊。我身邊有唔少朋友，人工無論高低都中意出去食飯，美其名話打工辛苦，要對自己好啲，但其實呢種所謂嘅外食根本唔係對自己好，而係暗暗將啲錢白白送走。我哋可以計下數。如果朝早自己整杯咖啡，整份三文治，成本只係10蚊8蚊，平過便利店80%。如果中午帶飯，又可以慳茶餐廳一半價錢。晚上有時未必需要豪食，簡單煮個麵，炒個菜，成本又唔多。每一餐懂得選擇，慳少少。1個月雖然唔係差好遠，但一整年就肯定會差好多。以上做法我並唔係叫大家完全唔好出去買飯，而係想大家分清楚有意識消費同習慣性消費。出去食飯嘅意義係享受生活同朋友相聚，並唔係貪圖懶得整隨便食。如果我哋可以將習慣性外食嘅錢慳返嚟，會發現生活質素未必下跌，反而仲可能變得更有規律、更健康。輪到第2樣就係各類訂閱服務，影音平台、音樂 APP、雲端儲存、遊戲會員、健身 APP、外賣會員、新聞會員，多到數唔晒。每個月雖然只係幾十蚊，睇落支出好少，但一旦開咗自動扣款，就好容易被你忘記晒。
我之前有一次整理信用卡賬單嘅時候，先發現自己有啲會員 APP 好少用到，甚至有啲健身月費都少用過。呢類費用看似唔貴，但加埋又係一筆為數不少嘅錢。最慘係錢已經用咗，但服務就少用到，真係好肉赤。自從知道自己有呢個消費陷阱，解決方法超簡單，就係每半年做一次訂閱大檢閱。我自己就定每年1月同7月專登翻查所有信用卡自動扣款，快速睇一眼扣款項目，發現冇用嘅即刻停咗佢。做完檢閱之後，我只會留1至2個常用嘅訂閱，例如信報會員，每月訂閱開支由2000幾蚊急降到300蚊，慳返嘅錢可以直接撥去緊急備用金，以應付未來可能出現嘅失業危機。記住，好少用嘅訂閱再平都係浪費，將呢啲細錢慳返嚟就係你財富累積嘅第一步。好啦，2條影片分享，由大件到細錢，由高成本到隱形消費，已經覆蓋晒最容易令大家儲唔到錢嘅所有陷阱。最後想同大家講一句我一直奉行嘅理財說話：儲到錢並唔係因為你賺得多，而係因為你識得將金錢留喺銀包度。有錢人嘅理財智慧從來都唔係節衣縮食，1分錢都唔使，而係精明消費，將錢花喺真正有價值可以提升生活質素嘅地方。希望大家可以花10分鐘立即翻查自己嘅銀行賬單同消費記錄，睇下自己有冇踩過我所講過嘅5個陷阱，同埋標記出可以戒掉嘅消費。只要開始實行，你一定會見到銀包嘅變化。今日最後問大家一個互動問題：以上你最容易踩嘅消費陷阱係邊個呢？同埋今日你聽完之後第一個想戒掉嘅消費係咩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，大家互相監督，一齊慳錢儲錢。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，今集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